来看西班牙哦，今年是又过热又过正大热。伫第二大城巴塞隆纳有全欧洲上大的一座海水的净化厂哦，也毋过因为海水净化的成本是真悬，佮会产生盐度真悬的废水排入海里哦，所以嘛受到真侪批评。巴塞隆纳的海岸线风景真水，真侪游客甲当地人拢来遮耍。不过这么热天到啊，海沙堡互人算海水表长身躯的水龙头，拢大白啊讲停止使用，准费拢无水，主要是因为当地可化严重。I was in shock because it's tourist city and everybody come here to have fun, but there is no water. 当地有全欧洲上大的略夫雷加特海水淡化厂，2009年起好时阵，因为自然水源有够，所以差不多拢无得咧用。不过，伫咧这么可化严重，巴塞隆纳就被正式进入可化紧急状态。海水淡化厂伫咧过去1年半全力伫咧捧，提供当地500万人口用水。Ahora estamos produciendo 180.000 metros cúbicos de agua al día, que es la máxima capacidad que podemos mantener y sostener a lo largo del tiempo mientras sea necesario. 略加雷夫特海水淡化厂自2公里外海底抽海水，经过清洁过滤系统，搁再到这彩色弯弯翘翘的热渗透管线内面，将水内面的盐提掉，变做当啉的水。伫这么西班牙境内有800外海水淡化厂，淡化的能力即个那是沙特阿拉伯、美国甲阿联、巴塞隆纳自来水公司估计，2年了海水淡化占饮用水的比例，会对2年前的3%增加到33%。听起来是免惊欠水，不过是用环境的成本做代价。因为淡化厂每生产0.45公升的淡水，就会产生0.55公升咸度正悬的废水排海，影响生态。热渗透所需要高压也用真侪能源，所以水钱加相关税负增加真侪。这么淡化厂一个无法度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，增加环境的负担。所以这个乃当紧急的时阵使用。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。